男人基本上唔會有乳癌。咁係咪平胸嘅女士唔會有乳癌？唔係，有3類乳癌。一、乳癌細胞上有雌激素受體 estrogen receptor positive。2、3陰性乳癌 triple negative。3、乳腺導管原位癌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DCIS。仲蓋醫生護士會叫女士用手檢查乳房有冇硬塊，若有，可能要進一步做一個叫乳房造影 mammography 嘅檢查，方法係用 X 光睇睇乳房有冇微鈣化 microcalcification， 因為微鈣化係乳癌 DCIS 嘅風險指標。呢個時候便要再做一啲測試，確定有冇乳癌。原來當來自魚子、蟹膏、海膽、蛋黃嘅動物雌激素黏埋乳房腫瘤相關巨細細胞 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 上嘅甲型雌激素受體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時，會刺激巨細細胞分泌骨形態發生蛋白2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2，繼而引出微鈣化，並被乳房造影發現。